透过议员王家珍甲全国幼教产业工会取得的影片，明显看到幼儿园的幼儿去由老师来扭下涂骹，意思不同的管教。不过后来伫个校方的研商会议进前，搁再传出校长意思落指导期，希望以卖立案来结案，互议员甲全国教师产业工会相当的不满。我们把这个资料做起来，然后我们的结论是，就是说改善的这个，我们的结论是，尚未构成不当管教条件，就是你校案通报的时候，然后就结案，了解吗？好，这是行政作业，好 ，OK。我们的录音档听得清清楚楚，直接就把它和谐掉了，就结论就出来了。那大家现场就一片这个欢欢喜喜，没有不当管教，不需要再所谓的召开会议了。我是很遗憾的，各位请清清楚记得我的用词。王家珍议员没有说这已经是不当管教，可是你看到你们碰到这样子案子的时候。我的标题在问各位教育局，你告诉我，校安是让校长安还是让孩子安？现在这样子的现况，孩子安吗？监视器已经拍摄到老师拉扯孩子使孩子跌倒的画面。那据我们所了解的是，老师是说，因为孩子推挤同侪，老师做出制止，然后将孩子拉离出来，孩子不慎跌倒。可是按照讲说，我们应该都知道，孩子如果只要跌倒了，他不小心跌倒，我们是应该马上帮他扶正。可是我们已经在影片当中看到了，孩子坐在地板上几秒了，对，然后呢也没有检查孩子的伤势，所以呢我们认为他已经有意图的推拉扯，让孩子坐在地板上，这个以现行的法规已经构成体罚事件喽。对，第二件事情我们要针对校长这样子是不是算吃案？因为刚刚大家都有听到录音档，还没有开会前。就已经指示要犯案，要朝向不调查、没有构成不当管教条件结案。那是不是也在协商会议的时候也暗示委员，我就是要按照此方向。而且当议员接到真情的事件，下午邀集市府教育甲社会局官员召开记者会时，家长嘛因为产生未少的压力，只能透过工会老师来表达。家长给我的讯息是。从昨天的下午一直到今天的早上，学校的老师以及校长都登门拜访过他们了。那也让家长越来越不确定，说自己是不是可以出席今天的这个会议的。所以其实家长的心里是充满了不安的。那我们觉得做错这件事情的人并不是家长，不应该让家长承受这些压力。而教育局伫咧看到影片甲录音的时，嘛认为校方伫第一时间的处理状况确实无够周延，会要求重新来调查。确实在处理我们孩子的这个所谓的教保服务的部分，老师本来就应该更柔软一点。那在处理事情方面，不管是认定结果如何，当下的反应。跟对后续孩子自己的这个教学职能的提升，这个本来就应该校方跟我们的这个老师都应该要精进跟努力。确实这一块是要有检讨的，就是我们也这几天看到了这个影片的部分，那也看到了相关的证据或内容。当然这些资料我们有马上在做检视，检视完之后，我们觉得学校对于当时候处理过程。包括程序跟认定的过程，我们都觉得有不周妥的地方。既然有不周延的地方，那我们就要求学校立即重新再做调查。那我们会要求他开完这个校事会议重启调查完之后，1个月必须把结果送来教育局。我们一定会对这个案子用这个方式来处理。而市府社会局伫咧接到消息以后，嘛有派社工甲家防中心来访视。目前囡仔甲家长阁算是稳定。如果家长需要任何的社会福利相关的协助，社会局嘛一定会到3工处理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